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3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9篇、民数记13章17节到27节，路加福音13章18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芥菜种。圣经里面，耶稣基督将芥菜种的比喻成天国。他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提到，如同芥菜种的信心。这是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变貌山上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他患了这个癫痫的儿子来找耶稣基督的学生，门徒们却一点都没有办法。耶稣基督听到了，就斥责他们说，他们是不幸的世代。在许多人的眼中，看到困难，他们就会失去信心。如同民数记13章17节到27节所记载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摩西派他们出去的时候，吩咐他们从这里向北走，走到迦南地的南边，然后进入山区，要看看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，有多少人住在那里，居民是强是弱，看看那地方是好是坏，居民是住在不设防的营地或是设防的城市，看看那里的土壤是不是肥沃，有没有树木森林，你们要把那里出产的果子带些回来。那时候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。于是他们往北走，从南边寻旷野，一直侦查到北边哈马伊口附近的利什河。他们先进入那地的南部，然后来到希伯伦，住在那里的人有亚希曼族、示筛族、达买族，他们是巨人亚纳的后代。希伯伦比埃及的索安早7年建造。他们来到以实各谷，在那里砍下一节葡萄枝，上面有一大串葡萄，要2个人用杠子才扛得动。他们也带回一些石榴和无花果。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砍下一大串葡萄。探子在那地侦查了40天以后，就回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把他们所看见的向摩西、亚伦和全以色列会众报告，同时把带回来的果子给大家看。他们告诉摩西，我们侦查的那地方，发现那是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，这就是那地所产的果子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有10个人说不行，因为那边的人太高大了。只有少数的2个探子却有无比的信心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3章18节到21节提到了天国。天国像什么？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说到2个天国的比喻。他说，天国就像是酵母，小小的一丁点就可以使整团的面粉发起来，在群众中发生效果。耶稣基督他这样说，上帝国像什么呢？我要拿什么来比拟呢？它好像一粒芥菜种子，有人把它种在自己的园子里面。芥菜长大以后，
成为了一棵树，连飞鸟也在它的枝子上来搭窝。耶稣又说，我要拿什么来比拟上帝的国呢？它好比酵母，由女人拿来放在40公升的面里面，使全团面都发起来了。耶稣基督又说，天国像芥菜种一样，小小的种子却能够长大到变成众多鸟类可以休息然后筑巢的一个树。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工作。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信心的种子，它是可以成就大事，也成为众人的盼望。诗篇39篇，我说过，我要谨慎我的行为，不让我的舌头犯罪。作恶的人在我的面前时，我要闭口不言。我静默，我不发一言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但是我的痛苦更加剧烈，我心里充满焦虑。我越沉思越觉得不安，禁不住发问：上主啊，我的寿命多长？我几时会死？求你指示，我的终局几时会来到？你使我的生命那么的短促，在你眼中，我一生的岁月几乎等于零。个人的生命不过像一口气息，人生如泡影，一切操劳都是虚空。他累积财富，却不知道归谁享受。主啊，我还能盼望什么呢？我只有仰望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容许愚蠢人嘲笑我。我要缄默，不发一言，因为是你使我这样受苦。求你不再责罚我，你责打已经使我奄奄一息。你用责备来惩罚人的罪，像蛀虫侵蚀他所爱的一切。是的，人生只不过是像一口气罢了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是你的客人，跟列祖一样，只不过是过路的旅客。求你宽容我，让我在去而不返之前有一点点安乐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，即使我们的信心如同芥菜种一样的渺小，但是能够透过我们的信心，能够影响许许多多的人，能够成就许多大事，使人得益，让人因为我们得到帮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